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中大里的稻城國小舉辦關頭毛助人的活動，不少小朋友把留真久的長頭毛割掉，要來幫助癌症的朋友。設計師賴頭章用樹林把地咧要割來長刀，割掉幾10公分的頭章，囡仔真歡喜，因為這頭章要捐予台灣癌症基金會。幫助經費調減得頭章的患者，只是擔心說他很擔心他剪完髮之後，會不會不好整理，或者是覺得不好看。但是我們一直給他心理建設，然後設計師也都非常的用心啊。好好舉辦這一場捐頭章幫助人活動，讓真濟囡仔熱情響應，想要用家己的力量來做善事。設計師免費義診，用實際行動來回報社會，讓學生對於形象這件事有一個正向的看法跟態度。囡仔摕家己的頭章翕相做紀念，這收集的頭章會來幫助愈濟患者，可以勇敢面對治療。